今次介紹嘅單位位於葵涌大窩山華景山莊，實用面積1025平方尺，整體設計以現代簡約風格為主。為咗配合家庭成員嘅成長需要，我哋透過間隔改動畫出多一間睡房。客廳以木紋飾面拼接電視櫃修飾牆身，飯廳餐邊櫃度身訂造，收藏走廊嘅隱藏式看門、電子琴以及不同尺寸嘅模型展示。採用紋路較淡嘅飾面作為電子琴位置嘅背板，延伸到冷氣窗位置，維持整體嘅連貫性。考慮到戶主養貓嘅需要，廚房外特設開放式貓櫃，上層係貓爬架，下層放置貓砂盤。廚房嘅擺位重新規劃，由於晾衫位置比較特別，我哋將其中一格地櫃做咗可移動嘅設計，方便拉開晾衫。走廊我哋以弧形波浪假天花同埋隱藏式燈帶作為點綴。頭房採用現代極簡主義風格，以白色作為主調，採用流線弧形嘅設計修飾天花橫梁。中房以橡木色作為配搭，結合咗北歐同埋日式風格嘅主題。主人房同埋套廁延續現代簡約感，以收納空間實用為主。最後一間睡房採用上下床嘅設計，梯級同埋床側都設有收納空間。今日介紹到呢度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，下條片再見。